哇！最近香港真係變成一個詐騙之都。據有關統計，平均每日被騙嘅金額高達500萬。好多人覺得防騙就係少啲社交，少啲同人接觸，唔聽陌生人講嘅投資故事，佢哋咁樣就以為可以避開陷阱。其實呢個係一種鴕鳥政策，將頭埋沙入邊就當冇事發生。但真實數據話俾我哋知，受騙最多嘅人群，正正就係一啲比較缺乏常年社交嘅老年人，而騙子特別中意對呢批認知封閉嘅人落手。所以真正嘅防騙並唔係封閉自己，而係善用人際網絡，透過人物多啲出去認識唔同嘅人，收集更多元嘅資訊，擴闊自己嘅認知，咁樣先至有能力分辨各樣騙局。如果長期只係留喺一個狹窄嘅圈子，去接受新嘅知識，唔肯識新嘅朋友，你接收嘅資訊只會越嚟越單一。即使有上網，其實都會俾算法困喺一個信息繭房，只睇到單一視角。好多包裝精美嘅理財跨境項目就將揾呢啲信息來源狹窄嘅人落手。你見識嘅案例越少，接觸嘅行業越有限，就越難分別現今騙局背後嘅真假。多啲外出見識唔同圈子嘅人，並唔係叫你麻木去應酬拉關係，而係透過唔同背景嘅從業者、過來人，聽一啲行業以外嘅資訊，你將會聽到一啲別人踩過嘅氹，人哋行業裏邊嘅潛規則，別人企業背後嘅真實情況。呢啲寶貴嘅資訊，好多時候會令你面對突發嘅情況時，心中有一個好準確、直覺式嘅判斷。當然都有人話，當初受騙就因為喺外邊認識嘅人咯，寧願當初冇出去識人就好咯。其實呢句話係有偏差嘅，受騙唔係因為你認識嘅人多咗，而係你一直對外邊嘅世界認知不足。你可能係因為對銀行嘅系統唔熟悉咯，對政府部門操作唔了解咯，又或者對商業運作唔清楚咯。呢啲都係需要通過認識唔同嘅人先至可以獲得嘅資訊嚟㗎。所以唔好簡單咁講，騙案人物就係為咗生意，就係為咗利益。其實除咗呢啲之外，仲有好多睇唔到而好有價值嘅嘢，都係因為人物而嚟㗎。我係 Anthony Liu，香港 BNI 高級董事顧問，關注我，帶你更加了解人物嘅價值。